湾欠水的问题再一次铺就台面，要安怎开源节流，找解决的办法呢？水利署出身的内政部前部长李鸿源讲，上界根本的问题，要是伫台湾的水价上俗了，所以台湾的企业甲民众用水拢真讨债。李鸿源讲，都要紧甲水费调到合理的价数，以价来计量。 都说花钱如流水，但在台湾，你放水任意流，可不见得花得到多少钱。根据资料统计，台湾的水价在世界上是相当低的。2017年的时候是全球倒数第3低，只比伊朗还有摩里西斯高一点点而已。中立的水条大6盆20块一解，台湾人用水成本真低，嘛无像一个欠水的国家。台湾人一天平均用276立的水。 台北人上最平均332立，但是水费一度只要纳10块。你觉得合理水价大概会在哪里？30块，那是政府的成本啊！我根本没有赚你钱啊！我做一座水库开发原水，一度就20块。 内政部的前部长李鸿源讲，台湾的水费伤低，致使民众甲企业伤讨债。但是用水量大，甲漏水嘛真有关系。台水近年来虽然掠漏有成，但是甲东京岛的高标准300比起来，也是差人真多。我们埋在地下的话，如果水要稳定的话，它时间会长，但是会腐蚀或者地震拉开，水压不同也会腐蚀。 专家建议，也是要先把水价调到合理的标准，压制用量，而且持续来开发着污水回收。也若无一个欠水，就借当地的补西墙，也是无法度彻底解决问题。